你而家可以喺屋企經互聯網報讀毅進文憑課程，網址係 http://www.yjd.edu.hk。以下就係網上申請系統嘅步驟。想網上申請毅進文憑課程，請注意以下步驟，我哋就喺呢度按此進入。如果你已經登記戶口，只需要喺呢度輸入電郵地址同埋密碼，就可以按登入進入系統。如果你首次登入系統，請按新用戶登記或者按入學申請。仔細閱讀有關內容後，按閱讀以上各項後，按此處開始新用戶登記。首先輸入你嘅香港身份證號碼，再按開始申請程序。響新用戶登記入面，你一定要用英文填寫登記電郵地址、姓同埋名。如果圖中所顯示嘅字源唔清楚，可以按更新驗證碼更新字源。填完資料之後，請重新核對一次，然後按下一頁確認。請注意，你嘅英文姓名一定要同香港身份證上面嘅相同，因為響按下一頁之後，你嘅英文姓名同埋登記電郵地址就唔可以再喺呢個系統裏邊更改。如果所需要嘅資料已經正確輸入，你嘅登記電郵信箱將即時收到由網上申請系統所發出嘅戶口確認電郵。請查閱你嘅電郵信箱之後，照戶口確認電郵入面嘅指示同埋超連結完成啟動程式。網上申請系統會要求你輸入之前所設立嘅密碼，按登入之後就能夠完成啟動程式。登入之後可以繼續填寫申請表。申請表共有4頁：個人資料、報讀資格、課程選擇、遞交申請表。你要以日、月、年嘅格式輸入出生日期。你一定要輸入你嘅住宅、手提及日間聯絡電話號碼。選擇你係由邊個途徑知道毅進文憑資料。核對所填報嘅資料正確之後，請按儲存及往下一頁。請先閱讀呢個部分嘅內容，輸入你嘅報讀資格。喺填寫申請表期間，你可以按儲存及回前一頁，或者按儲存及往下一頁，切換到其中一頁輸入或者更改內容。核對所填報嘅資料正確之後，按儲存及往下一頁。你可以按課程類別、開辦院校或課程編號及名稱去選擇不少於4個課程。你可以改變選擇裏邊嘅數字嚟更改所選課程嘅優先次序。
核對所填報嘅資料正確之後，按儲存及往下一頁。如果核對所填報嘅資料唔啱或者想更改，請按儲存及回前一頁。核對所填報嘅資料正確之後，按儲存及往下一頁。細心閱讀聲明後，請按遞交，遞交申請表，按取消，可返回遞交申請表。響成功遞交申請表之後，請按下載及列印繳費通知書報名費，並喺2012年7月26號下晝4點鐘前繳交報名費。按下載繳費通知書報名費連結下載 PDF 檔案。如果你而家唔能夠下載繳費通知書報名費，等陣亦可以喺我的首頁下載。請用鐳射打印機列印繳費通知書報名費。去任何一間71便利店用現金繳付費用200元，或者透過繳費靈繳交報名費。請選擇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商戶編號係6112。報名費係港幣200元正，無論你有冇被取錄，都唔會發還。你要喺限期前繳付報名費用，申請先至會被處理。如果有任何爭議，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保留最終嘅決定權。申請手續已經完成，請按回到我的首頁。你可以按我的首頁查詢申請狀態，以報讀課程、通告、下載繳費通知書同埋取錄結果，亦都可以喺截止日期前更改個人資料同埋報讀課程。喺遞交申請表後，至收到有關院校嘅取錄通知書前，請定期留意你嘅電郵信箱。睇完信息之後，按登出以登出網上申請系統。